必透过先知的话应许在我们中间，要让我们的生命有希望，改变我们的过去的不堪，使软弱的我们重新刚强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上帝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增加无穷。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啊，我们今天诚心来到你面前，准备要迎接主耶稣基督的降临。在代降节第一周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洁净我们，让我们用洁净的准备心来迎接你的降临。我们承认我们尚未完全，准备心来迎接你。我们执着于追求世上的事，忘记你永